港姐有個不滅嘅魔咒，逢親魔鬼友誼小姐或者被抽中4大后冠嘅佳麗，多數都入唔到3甲噶。2樣都中咗啊！怪獸港姐消失了，黑色乳牛挑戰魔咒。不過佢尋日好淡定喎，仲相信只要有恒心，一定攞冠軍。咁都唔係絕對嘅，只要我努力嘅話，咁凡事都有可能嘅。冇錯，希望在明天啊嘛，下次一定會攞冠軍嘅。咁我覺得盡咗我自己嘅能力，有冇獎嘅，起碼贏咗自己先咯。TVB 就贏唔到自己啦，決賽舞台睇落熟口熟面嘅，似迪士尼站，似 Harry Potter 個9有4份3個月台啊，仲好似2012年個 LV 展添。不過有樣嘢，個怪獸公司 logo 就改咗啦，但聽日選出嚟會唔會俾人話係選怪獸就唔知啦。